为了要鼓励这些少年家接触艺文和运动，政府发行文化币也有动资券，希望大家赶紧使用。政府也推出讲，若阵这文化币和动资券，拢伫咧11月底真正甲用好了，就会另外送200点的文化币和100块的动资券。另外呢，这文化部和运动部也拍算要推出台湾以亚洲运动会特点，也有上百万运动玩家甄选的计划。为着要鼓励少年家加接触艺术文化和运动活动，政府有发行文化币和青春动资券。亲像文化币是13岁至22岁少年家通使用，青春动资券是16岁至22岁通使用。文化部和运动部都进一步合作推出加码，若阵文化币和青春动资券拢伫11月底进前用了，两种都会加送，上济会当摕到200点文化币和100块的青春动资券，使用期限是到年底。文化部长表示，期待未来有更加多运动主题的作品出现。要合作对外征求这个运动漫画哈，我觉得李阳部长刚才讲了，就是说他虽然觉得那个羽球一打就落地哈，他不太知道画漫画的人可以拉很长，比如说要打球的时候就先特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打的时候可以画好几格这样子。根据文化部的统计，今年文化币拢总有206万人符合领的资格，也毋过各单也有21%的人也未领，嘛提醒符合资格的少年家赶紧来领。在咧青春动资券的部分，运动部长李勇表示，家己各单有关是维持运动的习惯，嘛鼓励少年家会当加去参与运动的相关活动，亲像看比赛，还是去做运动等等。我觉得对我来讲，其实就像刚刚李远部长讲的，其实我们都是能不能在路上一直持续迈进、持续进步。所以我自己的座右铭是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，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得到希望。伫咧台顶，文化部长和运动部长毋若互相交换礼物，两个部嘛拍算在未来同齐推出亚洲在场台湾和亚洲运动会特点，也佮有上百万运动万位定选的计划，希望运动甲文化拢通有更较好的发展。记者陈心动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